我来跟世界各地的莲友们提供一个公案，我们大家做参考。有一个穿着很体面的年轻人呢，他的母亲老了，牙齿全坏掉了，于是他开车带着母亲去镶牙装假牙。一进牙科诊所，医生开始推销他们的假牙了。可是他的母亲却选了一个最便宜的，医生不甘就此罢休，一边看着这个年轻人，一边耐心地为他们比较好牙跟差的牙本质的不同。可是令医生非常失望的是，这个年轻人却无动于衷了，只顾着自己打电话抽血浆啦，根本就不理会他。最后医生呢熬不过那一位母亲啊，就同意了他的要求。这个时候那位母亲战战悠悠的从口袋里面掏出一个布包，一层一层打开，拿出钱交了押金了。1周以后再准备来镶牙。两人离开了以后呢，诊所里面的人呢就开始大骂这个年轻人，说他衣冠楚楚啊，吸的是上等的血浆，却不舍得花钱给母亲镶一副好牙。正当他们呢义愤填膺的时候啊，没想到这个年轻人又回来了。他说啊，医生啊，麻烦你给我的母亲镶最好的烤瓷牙，费用呢我来出，多少钱都无所谓。不过你千万不要告诉我母亲实际的情形，她是一个非常节俭的人，我不想让她不高兴啊。各位，我们说到孝顺呢，孝是容易做到，但是顺很难做到。这个公案的年轻人真是难得，他是真正做到了既孝而且又顺。一般人以为我们只要给父母一些钱，买东西给父母吃就算孝顺了，其实都是自以为是。以前孔子就讲了，今之孝者，是谓能养。至于犬马，皆能有养，不敬，何以别乎了？意思就是现在的人们啊所说的孝，往往是指能够赡养父母，其实就连狗马之类的牲畜都能够得到人的饲养。如果没有恭敬心，那么我们赡养父母与饲养狗跟马有什么区别呢？其实孝道的根本不在于物质上供养父母吃穿用度啊，而在于要有孝心。当今的社会经济发达，吃穿方面的赡养问题呢日益退居在次要的地位，老父老母呢期望子女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关怀跟尊重。所以一个人如果不能行孝啊，就好比这个人已经失去了心脏一样，只剩一具躯壳立在这个世间上，已经失去了生命的价值，更何谈要顶天立地闯出一番天地呢？那是更难的。孝顺有小孝，有中孝，有大孝。小孝就是我们能够为父母照顾身体上的健康，这个是很小的孝顺。中孝是你在外面行善，让父母能感受到我的儿子是一个重用的人，这个是中孝。大孝呢，是让父母能够念佛，懂得此生此世一旦舍报往生，父母能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不再受6道轮回，能够永脱生死苦海，这个是大孝。所以我们对父母应该鼓励他好好的认识世间的真相，劝导他多多念佛，然后去西方去成就，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尽的孝道，这个很重要的观点。借这个机会给各位大家报告，做个参考。阿弥陀佛。